乜咁大整蠱啊？体重管理年实施首期的3年体重管理的行动。痛啊，腰痛、腳痛、膝蓋痛、周身骨痛。喂，飛，你最近點啊？最近唔知點啊，成身唔舒服，行幾步路就腳仔痛、膝蓋痛、周身汗。你最近咪肥咗啲啊？唉，我最近就係食多咗少少啫，冇事㗎。食啦，食啦，冇事嘅，我會陪緊你噶啦。仲飲？你嘅體檢報告出咗嚟啊！